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6页，解说甲正文第16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弱势自性，因我即自福德。即马应该要来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实自本心。若失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不这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思略识出略闻，以略定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运用无敌，即是不这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逼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薄，即名边见。善知识，我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我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我无念法者，知佛地位。咱即晚呢，就要来解说这段的道理。这段这是在八戒品第2品的八戒品分落来的第8大段。这呢，就是伫咧说明八戒三昧无念之行啊。这个八戒三昧无念之行，无论是讲在修禅的人，或者是咱一般学佛修行的人呢，可以讲拢是非常的重要。慧能大师讲甲精密的道理了，因为要搁再来讲另外一段道理，所以呢，又搁再叫一声善知识。讲善知识啦，智慧的观照呢，是内外明彻，实自本心。就是讲，只要会当好来提起智慧来观照。也就是讲，心的作用是智慧的作用，毋是妄识的作用。因那安尼呢，这个内外就会当好来明彻，会当好来实自本心。内这是欲心所讲，外呢，这是欲物质所讲。就是讲，只要是智慧的观照。也那安尼呢，在内的迄个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要用个智慧观照，对外面的万事万物啦，一项一项呢，嘛是会当好解了解起个非常的清楚，因为是内外明彻啦，就实自本心。对这个内外明彻实自本心，除非我拄则所讲这个道理以外，应该还搁在欲者的境界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就是讲，咱若毋是用过智慧的观照，咱呢会将咱这个心当作讲，就是伫内面，把咱这个身躯外面的物质呢，当作讲，这是属于咱的心以外实在有的物件，所以心甲物质呢，就立在迄个对态的状态中。既然立在这个对态对立的状态中呢，结果咱的心对着外面的物质，咱前面讲爱这个物件，
真好、真可爱，在这个所在啊，就生起爱着心。咱对这个物件感觉讲啊，这款的这真讨厌，或者是讲这个物件呢，看到家己啊，内心呢根本啊就无介意，在这所在就生起一种的厌恶的心，所以憎恨爱着的心呢，从这个所在就产生出来。因此呢，人我上就生起啊，一切是非呢，从这个所在就产生了。当然讲，若是以智慧来去观照，就唔是啦。若是用个智慧来去观照，你当好了解讲，外面所有一切的物质啦，乃是咱心内之物、心中之物。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心体是遍在一切处，因为这个心体遍在一切处，当然呢，一切都拢在咱心中。也那呢，咱所看到一切的这个事物，结果呢，也是咱心中之物。也咱这个心是一种的无形无相的物件，所以应该在心中之物。应该嘛是无一物遮着啦，会当安尼来去甲了悟一切法空，那这就是叫做内外明铁。这个内外明铁者，就是讲会当后来用智慧来照料一切诸法的，拢是空无所有。安尼呢，就是会当后来失住本心，因为咱的心这是超然的物质的物件。心呢，唔是属于世间物质的存在。一边讲若失本心，则本解脱。讲假若啊，咱若是会当好来失本心，就是讲若是会当好来认识咱的本心啊，安尼呢，本来啊就是解脱。因为咱这个心，这是超然于世间物质的物件。有这个心，但是心不是物质。有物质呢，才有所跨界，有所障碍，有所阻碍。既然不是物质，要障碍啥？要阻碍啥？当然呢，就无所阻碍了。所以，若是失本心呢，本来啊就是解脱。因为你不失本心，就是讲灭了本性，所以呢，才受束缚。才有这种种的烦恼成事。假如若是失了本心呢，就本来咱的心是解脱，烦恼成事根本呢，这是无的物件。在东条释慧海禅师安尼直直讲啦，讲假如自己乃当回来了知心不住一切处。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了了见本性，了了见本心。这个了了就是讲分分明明啦。讲安尼呢，就是啊分分明明会当来见本心。也名叫做讲做了了见性，就是讲分分明明呢会当见本性。就是讲你必须了知心不住一切处，安尼就是分明啊。会当互来见性，讲只有这个不住一切心，就是佛心。也就是讲，你这个不住一切心的这个心啊，就是佛心啦。也名叫做讲解脱啦。也名呢，叫做讲做菩提心。也名叫做讲做无生心。也是名叫做讲做色性空。在经典所讲的正无生法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慧海禅师呢，就讲勉励，讲假如若是未当好得到这款的功夫境界时阵啊，应该爱努力努力，勤加用功。讲功夫若成啦，自然就会啦。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处无心。这就是这个无心呢，就是讲无假不真。什么叫做讲假呢？就是讲爱净心。
对物件生起一种的爱着，对物件生起一种的憎恨，这呢就是一种的假。啊，这个真是啥？真就是无这个爱情心。因为咱无一个对立的差别观念，所以呢，就无一个贪爱啦，无一个憎恨等等的心。只要无这个真爱心呢，就是异性空。这个异性空呢，自然就是得到解脱。这是释慧海禅师所讲的话。这段话呢，值得咱好好来去解体会。一边讲欲得解脱啦，即是不这三昧，即是无念。讲假如若是当来得到解脱啦，就是属于不这三昧。这个不这三昧呢，就是解脱。当其时呢，若是当得到解脱啦，就是叫做无念。在《顿悟入道要闻论》我来讲什么叫做讲无念啊？这个无念就是讲一切处无心事，一切处拢无心，这就是叫做无念。无一切境界，也无依需求，就是讲在伊这个心中已经无分别。无分别呢，所以当然就无一切境界。虽然有这个境界呢，但是有是等于无，无依需求，无其他的思念，无其他的这个求取。讲对这种种的景色呢，永远呢无启动，就是讲永远无动念，心呢袂去动摇去。这呢就是无念。如果再讲得到这个无念，就是六根无染。所以呢，自然会当来得入去智慧的知见。从这个所在，咱就可以了解讲，什么是叫做讲做无念啦？这个无念就是无一切在分别妄念的意思。因为既然是得到解脱，就是得到不这三昧，就是讲得到不这功夫啦。也得到这个不这功夫呢，就是到达迄个心无念的境界。一边解说讲和明无念，欲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讲和明无念。什么叫做讲做无念呢？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自己呢来问一边呢就自己来答。讲假如若是见一切法，心不染着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念。这个心的无念，六祖大师呢，伫这个所在，乃是以真正积极的态度面对着世间千差万别的这思想，来去修这个无念的功夫。这个无念呢，并不是讲咱逃避现实，也无甲外面的环境接触，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呢，在这个甲外面的环境接触中呢，你心有迄个功夫。所以才讲做这个无念若是在你见一切法迄个时阵，心拢无去染着着，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念啦。那这个心的这个无念，爱欲的心，就会去染着外面的物件，也执着无离开。这名叫做讲做执着。在《人王经》原来讲啦，讲愚夫过失，染着希望，为上所得。就是讲这个愚痴的凡夫呢，有这个染污的妄识，所以呢就染着在希望幻，
互即个世间上所该拔掉的，这呢就变成是幽念咯。六祖教咱讲，面对着世间一切法，心不染着，这就是无念。讲起来是真紧呐，但是要做起来当然是无简单。不过在这个无简单中间呢，咱来开训练。训练了，那是功夫成就啦。那咱呢，就是一个自在解脱无碍的人。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伊禅，咱是一种的积极的面对现实来处理问题，并毋是讲躲避现实来去修行。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人呢，咱必须在这个环境中，无论是处在什么环境中会当好修，毋是讲咱就必须爱去选择什么款的环境才会当好修行。你是讲我都爱选择什么环境才会当好修行？这个人究竟是无法度修行，这个人究竟是袂修行。伊记得我常常有提一个故事咧，在咱节目中甲咱各位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讲有一个医师啊，伊自己呢嘛认为讲，伊对佛学真有研究，伊真有用功，真有修行。但是伊认为讲，伊要用功修行，伫因厝里真差，有囝啦，有孙啦，哎呀，差到要害。在都市中，搁在车的来往，乒乒乓乓，呀，一世界拢足差，袂精啦。所以呢，就要去山顶修行。但去山顶修行修偌久啊？修差不多无几个月，走落转来。为什么走落转来呢？讲山顶遐鸟足差，甲差甲互伊说袂当用功。在厝里嘛，讲因囝因孙会甲吵，有车的声，有人讲话声会甲吵。即马去到山顶呢，变成讲鸟声会甲吵，吵甲说袂修行。你看，这呢？就是对着一切法呢，心处处染着。既然你对一切法心处处染着，你在什么所在，你嘛是无法度好来修行。你若是讲教甲你见一切法心不染着，你伫厝里虽然是讲甲家庭人带做伙，只要你心莫去念着，心莫去看碍着，安尼就可以嘛。或者是讲你走去山顶的所在，你伫咧修行，鸟吼鸟是伫树仔顶啊，你是内底咧用功啊，鸟离开你远甲你什么关系呢？所以这就是心会染着的关系。若是讲伫家庭讲咱家庭的人，就带来甲咱做一伙，时时刻刻会看到面啦，会叫你啦，安怎样啦？当然是较差，这是无毋对啦。因为伫厝里的比如讲夫妻啦，或者是子女啦，等等当然这是做伙总袂使讲点点无讲话啊。伊看到你，你看到伊，叫你食饭啦，叫你创啥啦，甲你讲话啦，安尼或者是甲你吵着也不一定。但是个山里的所在，迄个鸟伊伫外面伫吼鸟是伫树仔顶伫吼你伫用功是伫咧精舍内面伫用功内面的精舍离开外面真远，迄只鸟也无叫你迄只鸟也毋是咧甲你讲话为什么你去吵甲袂修行呢？这就是心染着。所以咱心若是不染着，无论是在什么所在，拢是共款，拢会当互来用功修行，会当到这个程度，这就是无念。所以遮所讲这个无念记号好，这个无念并毋是讲咱这个心像石头，心呢拢袂去想东想西，毋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心呢无这个杂事妄想的分别念，也无这个杂事妄想的分别念呢，正是一种的智慧作用。所以下面六祖慧能大师进一步讲，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讲这个心，见到一切法而不染着，但是伊这个用会当来遍一切处。就是讲，伊作用呢，会当好普遍到一切所在，确实呢，也无着一切所在，这就是功夫咯。虽然是讲无念，
无这十事妄想的这分别念。毋过呢，咱的智慧啊，是随着咱的本体偌大，智慧呢就是共款的遐尔大。那既然咱这个心的本体是广大无边，遍在一切处，当然这个智慧作用也是遍在一切处啦。这个意思啊，本来这是智慧是一个无形象的物件，但是咱会使你啊，摕一个有形象的物质来互咱去体会这个道理。譬如讲一支光灯，那这支光灯，咱普通一间室内这个光灯啊，就只有讲几尺长，那么就是将几尺长这个所在发迄个光出来尔。那这就是会使个，譬如讲，咱众生心虽然是广大无边，但是这个烦恼局限掉了，所以会当发生着有限度的作用。假如讲一间室内的这个天棚顶，规个拢是日光灯，规个拢片到满拢是迄个日光灯光，也难呢啦。只要这个开关一个开啊，规个天棚啊拢发光出来，迄个火拢倒出来。这会使解，譬如讲，咱的身体呢是遍一切处，所以呢就会当好将一切所在来发起伊的妙用，发起的智慧照料作用出来。用这个有形象的物质来譬如咱无形象智慧心的作用，这应该咱可以了解。所以你会当到甲迄个无念、无这十事妄想迄个所在，就是智慧的显现。这个智慧显现，伊正念的作用是遍一切处，但是呢，伊是一种的智慧作用，所以呢是不着一切处。就像讲迄个日光灯，虽然是讲伊会照咱世间的任何物件，但是伊袂着在迄个所在。伊呢袂去起分别，袂去分别讲啊，这个物件我来讨厌，我毋爱甲照；迄个物件我介意，我就放较光咧，甲照较光咧，无这个道理。你看咱世间的迄日光灯火也好啦，或者是讲太阳光也好啦，照落来拢是照甲涂骹一世界拢照着，清气也照着，垃圾也照着，水也照着，歹也照着，好的人也照着，歹人也照着，拢共款。根本呢，一点仔囝都无这个分别，这就是亦不着一切处。讲淡静本心啊，使略识出略闻，以略定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不借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这个所在呢，就是伫咧解说这个无念行。前面已经讲起这个无念啦，要如何来修这个无念的道行呢？讲淡静本心，这个淡该当作讲只要，讲只要呢，你来静着这个本心，就是讲最重要啊！你这个本心呢，爱清净才会善。你这个本心呢，若是无清净啊，这都袂用哩。因为这个心，就是一切的根本啦。只要你来当静着你这个心，使这个略识来出略闻，就是讲使你这个略识来出这个六根的门头。这个略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心呢，就是以分别作用啊为伊的作用啊为伊的功能。当咱这个目睭向外面